今天這套房子就算在很多第四代住宅面前，它只能算是弟弟。就喺石岐奇光公園樓上一線江景嘅大平層，431平方，正正經經的6房4套間。呢款產品啊喺中山真係越嚟越少噶啦。重點嚟啦，佢唔係新盤嗰種樣板房嘅豪宅式展示，係真真正正有個生活沉澱嘅一個豪頂大平層。一入屋啊，呢個整個挑高嘅大廳咧，即刻氣場拉滿晒。呢個空間感根本就唔係普通大咁簡單。行入去第一感覺就係呢間屋有身份。客廳陽台直對我哋奇光公園一線江景，呢個景有幾舒服。夜晚返到屋企啊，你都會忍唔住企喺陽台度發下吽哣。餐廳尺度都大到離晒譜啊，10個人坐埋一齊食飯，一啲都唔逼仄。廚房仲係雙動線設計，出邊連住生活陽台同埋保姆間。呢款戶型最大嘅好處就係生活區同待客區完全分開，屋企嚟客人走動超舒服，一啲都唔驚亂。講真啦，依家啲第四代住宅咧，淨係識得捲贈送，但呢啲老牌嘅頂級大平層咧，捲嘅係真真實實嘅一個尺度，稀缺嘅江景資源同埋豪宅嘅氣場。呢啲嘢咧根本就唔係送幾個陽台就可以代替到嘅。重點咧再講多一次啦，呢個面積、呢個江景、呢款產品本來就係屬於少數人嘅，因為真正嘅豪宅咧從來都唔係淨係夠用咁簡單。我係中山 Terry，帶你睇更多嘅中山真實靚房。